大家好，今日分享焦香燴番茄。材料有豬皮1塊、番茄2個、蒜頭3粒。叫伙計幫你燒乾淨啲豬毛，跟手叫佢起埋皮出嚟。返到屋企洗乾淨，抹乾透啲水，再用刀刮走上面啲黑色嘢，切開一段段就可以備用。蒜頭全部切厚片，番茄全部切開。開細火將豬油煎出嚟先，煎咗45分鐘後，就可以上碟，一陣回鑊用。將剩低嘅油全部裝起佢，先炒蒜頭，再將豬皮回鑊，炒下佢，再落番茄，將茄紅素全部炒出嚟。依家可以調味，先落鹽，再落酒，然後炒勻佢，再落水，先煮佢3分鐘。3分鐘之後就可以試味。煮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就可以預備生粉水打芡，沿住鍋邊慢慢落，再炒一炒，等啲醬汁收結啲，可以再煮多一陣。煮得差唔多，可以熄火。